岁，时行进程，曾以干阳四部，而推天道一物，能交坤阴五福，而合地道代成，故爻吉离数十物，子生干道不齐，天行健之子，而见干能交坤，天地合德，子承交泰之象也。在交泰者，天地各半，天主于92，地主于65，上下相应，子承悬卦之用，则92乃干主位，地泰之主位，子死而交彼，正如地与后妃，又如国与国两尊相护，子承其卦，干处下而不动，故宜不必烦劳，不其悲虚，谓将以成其大业，将以广其身也。取干而用坤。